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時事快靚正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青馬大橋恐怖車禍，一條人命就咁冇咗。各位觀眾，尋晚青馬大橋發生咗一單好嚴重嘅奪命車禍，造成1死3傷，睇到啲相都心驚膽跳。一架寶馬私家車喺橋面爆軚，司機將車停喺慢線，但係車上4個人全部都冇落車。跟住一架尾隨嘅密鬥貨車就咁猛撞埋去個車尾，成架寶馬嘅車尾完全變形，貨車嘅車頭都爛晒。一名82歲嘅婆婆被困後座，救出嗰陣已經冇呼吸脈搏，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另外仲有3個人受傷，包括一個15歲嘅男仔。今日我哋會詳細重溫呢單慘劇，分析核爆軚嘅正確處理方法，仲有專家教嘅自救3招，希望幫到大家避免同類意外發生。先詳細講下尋晚嘅情況。事發喺星期五4月10號夜晚10點09分左右，青馬大橋往東涌方向嘅橋面，一架寶馬私家車揸緊嗰陣，右邊頭軚突然爆軚，司機都算係有反應，即刻將架車停喺慢線，即係最埋邊嗰條線。但係問題嚟啦，車上面總共有4個人，包括54歲男司機、82歲女乘客、57歲女乘客同埋一個大約15歲嘅男乘客。佢哋4個人都冇落車，點解唔落車呢？係咪因為青馬大橋上面好危險，覺得喺車入邊安全啲，定係佢哋諗住好快有人嚟救，所以懶得落？我哋唔知確實原因，但係結果就係好悲慘。佢哋停留喺慢線之後冇耐，一架密鬥貨車從後面駛到，完全冇減速嘅跡象，就咁猛撞埋寶馬嘅車尾，寶馬成個車尾被撞到凹陷晒，貨車嘅車頭都嚴重變形。救援人員趕到之後，發現82歲嘅婆婆被困喺後座，已經冇呼吸同脈搏。消防員即刻進行心外壓急救，然後將佢送去仁濟醫院。但係去到夜晚11點13分，醫生都係宣布佢不治。另外嗰位57歲嘅女乘客都係被困後座，要消防員用工具先救得佢出嚟。救出嗰陣佢清醒，但係話胸口好痛。54歲男司機頭部同4肢多處受傷，而15歲男乘客就好彩啲，清醒冇表面傷痕，兩個都送去瑪嘉烈醫院。至於35歲嘅貨車司機，佢自己就冇受傷，但係佢依家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，正被扣留調查。呢單車禍最令人心痛嘅地方係佢本來可以避免爆軚，其實唔係罕見嘅事，日日都有司機喺公路上面爆軚。但係點解人哋爆軚冇事，呢一家人爆軚就搞出人命？關鍵在於爆軚之後嘅處理方法。我哋先講下唔應該做嘅嘢。第一，絕對唔好繼續留喺車入面。爆軚之後，你架車已經唔係一個安全嘅地方。你停喺路邊，無論係慢線、路肩定係避車處，後面嘅車未必見到你。尤其係夜晚、大霧或者落雨嘅時候，一架停低嘅車。喺高速公路上就好似一個死靶，隨時俾後面嘅車追尾。第二，唔好淨係打死火燈就算，打死火燈係基本，但係唔夠，你需要做更多嘢嚟提醒後面嘅車，例如擺放3角反光警告牌。第三，唔好喺車前面或者後面徘徊。好多司機爆軚之後會落車檢查損毀情況。但係企喺車頭車尾係極度危險嘅事，因為後面嘅車隨時會撞上嚟。咁應該做乜嘢？專家教落爆軚之後嘅正確處理方法，可以歸納為以下自救3招。第一招，控制車輛，安全滑行。當你發現爆軚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急剎車，急剎車會令架車失控。尤其係頭軚爆咗，架車會猛咁向一邊扯。你應該做嘅係雙手緊握軚盤，保持架車直線行駛，然後慢慢放油門，等架車自然減速，滑行到安全嘅地方先停低。第二招，遠離行車線，撤離車輛。呢一招係最重要㗎。將架車停定之後，你同車上所有乘客必須立即離開車廂，唔好諗住打電話。唔好諗住檢查架車，唔好諗住等拖車。你嘅生命比任何嘢都重要。離開車廂之後，要去一個安全嘅地方，例如路肩嘅防撞欄外或者行人路。如果喺高速公路上面，
就要去最邊邊嘅位置，遠離行車線。第三招，設置警告牌，報警求助。如果你車上面有三角反光警告牌，喺確保自身安全嘅情況下，將警告牌擺喺車後方至少50米嘅位置。高速公路要更遠，起碼100米，然後即刻報警或者 call 拖車。記住報警嘅時候要清楚講低你嘅位置，例如喺邊條公路、邊個方向、大約咩位置。可以睇路邊嘅里程牌。呢單慘劇喺網上引起極大迴響，幾乎所有網民都問同一個問題：點解佢哋唔落車？呢個問題真係問到核心。好多網民都話爆太仲留喺車入邊，等於拎自己條命較飛。青馬大橋夜晚咁黑，後面架車點會見到你停咗喺度？司機有冇常識㗎？爆太第一時間係叫人落車，唔係自己落車睇。有網民直指個司機要負最大責任。作為司機，車上仲有個82歲嘅婆婆，更加要小心。爆太之後應該叫所有人落車，佢冇做到，間接累死個婆婆。亦都有網民同情貨車司機，其實貨車司機都好無辜。夜晚揸車，前面突然有架黑麻麻嘅車停喺度，見到嗰陣已經收唔切。如果私家車有擺警告牌或者有打死火燈，可能就唔會撞。不過亦都有網民反駁，貨車司機都有責任㗎，佢涉嫌危險駕駛，即係警方覺得佢有問題，例如跟車太貼，冇留意路面情況。另外有網民借呢件事呼籲政府加強道路安全宣傳，應該要拍多啲宣傳片，教司機爆太死火嘅時候應該點做。考車牌嗰陣要考埋呢啲應急知識，唔係個個都識㗎。講到法律責任，呢單嘢入面，貨車司機已經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。根據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36A 條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引致另一人死亡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刑罰係罰款10萬港元同監禁10年。如果案情特別嚴重，例如司機醉駕、藥駕或者不顧而去，刑期可以更長。另外，如果證實私家車司機喺處理爆太嘅過程中有疏忽，例如冇叫乘客落車、冇擺放警告牌，佢都有可能要負上民事責任，即係要賠償俾死者家屬。不過刑事責任方面，私家車司機暫時未被起訴，警方嘅調查重點仍然喺貨車司機身上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8條，司機喺道路上駕駛車輛嘅時候，有責任時刻保持警覺，並且採取合理措施避免意外發生。換句話講，無論前面架車有冇打死火燈，有冇擺警告牌，作為後面嘅司機，你都有責任確保自己唔會撞到前車。如果跟車太貼或者分心駕駛，就算前車有錯，你都要負責任。呢單車禍唔單止係一宗意外，更反映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香港人嘅公路安全意識係咪嚴重不足？我哋成日喺新聞見到有司機喺高速公路上面死火，佢唔係叫人落車，而係自己落車推車。有司機爆太，佢嘅反應係繼續揸到落高速先算。有乘客喺公路上面落車，然後喺行車線上面行走。呢啲行為每一個都係拎自己條命嚟較飛。點解會咁？我覺得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駕駛教育不足。香港考車牌主要考你嘅操控技術，但係好少考你嘅應急知識。爆太點處理？死火點處理？喺公路上面遇到突發情況點處理？呢啲都唔係考牌範圍，好多司機根本冇概念。第二，宣傳不足。政府嘅道路安全廣告主要係叫人唔好醉駕、唔好藥駕、扣安全帶，但係好少教司機遇到爆太或者死火嘅時候應該點做。第三，心態問題，好多香港人嘅心態係冇咁易㗎，唔會輪到我㗎。對於潛在危險視若無睹，等到出事嗰陣已經太遲。亦都有網民同情貨車司機，其實貨車司機都好無辜。夜晚揸車，前面突然有架黑麻麻嘅車停喺度，見到嗰陣已經收唔切。如果私家車有擺警告牌或者有打死火燈，可能就唔會撞。不過亦都有網民反駁，貨車司機都有責任㗎，佢涉嫌危險駕駛，即係警方覺得佢有問題，例如跟車太貼，冇留意路面情況。另外有網民借呢件事呼籲政府加強道路安全宣傳，應該要拍多啲宣傳片，
教司機爆軚死火嘅時候應該點做，考車牌嗰陣要考埋呢啲應急知識，唔係個個都識㗎。講到法律責任，呢單嘢入面，貨車司機已經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。根據香港法例第374章《道路交通條例》第36A 條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引致另一人死亡，即屬犯罪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刑罰係罰款10萬港元同監禁10年。如果案情特別嚴重，例如司機醉駕、藥駕或者不顧而去，刑期可以更長。另外，如果證實私家車司機喺處理爆軚嘅過程中有疏忽，例如冇叫乘客落車、冇擺放警告牌，佢都有可能要負上民事責任，即係要賠償俾死者家屬。不過刑事責任方面，私家車司機暫時未被起訴，警方嘅調查重點仍然喺貨車司機身上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第38條，司機喺道路上駕駛車輛嘅時候，有責任時刻保持警覺，並且採取合理措施避免意外發生。換句話講，無論前面架車有冇打熄火燈，有冇擺警告牌，作為後面嘅司機，你都有責任確保自己唔會撞到前車。如果跟車太貼或者分心駕駛，就算前車有錯，你都要負責任。呢單車禍唔單止係一宗意外，更反映出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香港人嘅公路安全意識係咪嚴重不足？我哋成日喺新聞見到有司機喺高速公路上面死火，佢唔係叫人落車，而係自己落車推車。有司機爆軚，佢嘅反應係繼續揸到落高速先算。有乘客喺公路上面落車，然後喺行車線上面行走，呢啲行為每一個都係拎自己條命嚟教飛。點解會咁？我覺得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駕駛教育不足。香港考車牌主要考你嘅操控技術，但係好少考你嘅應急知識。爆軚點處理？死火點處理？喺公路上面遇到突發情況點處理？呢啲都唔係考牌範圍，好多司機根本冇概念。第二，宣傳不足。政府嘅道路安全廣告主要係叫人唔好醉駕、唔好藥駕、扣安全帶，但係好少教司機遇到爆軚或者死火嘅時候應該點做。第三，心態問題，好多香港人嘅心態係冇咁易㗎，唔會輪到我㗎。對於潛在危險視若無睹，等到出事嗰陣已經太遲。